来看今年的万圣节，这秘鲁的警方拢会甲家己打扮做艋舺内底角色来掠毒品犯仔。那今年的万圣节，因阁掠到2个嫌犯，嘛查到上千包的毒品。像有刀啊、手刀啊的 Freddy 对镜头发出真恐怖的笑声，挂面罩的连发插入毛就算是对伫后壁，边仔阁有几啊乌影影啊插一个新娘 Tiffany， 三个恐怖电影内面的恐怖人物。拜日万圣节迄暗是做伙出现伫个秘鲁首都利马的街仔路，看起来真惊人。不过因毋是来犯罪的，因是来掠犯人的。三个恐怖人物做伙撞过来，甲铁门敲开，出来佮传出囡仔的哭声。不过伊入去到厝内，随着发现得食毒的嫌犯，所以甲2个人逮捕。另外伫遮嘛查到超过1500包细包的古柯碱。A la primera acción ilícita que ven en la calle, proceden a intervenir. Justamente están con los disfraces para poder intervenir y pasar desapercibidos. 秘鲁的警方最近几年的万圣节，拢会装作是艋舺，还是电影人物，降低毒贩的戒心，再甲因做伙拢掠起来。去年警察嘛装作复仇者联盟的超级英雄，成功掠到一个毒贩的家庭，这个做法嘛，互真侪人学到。镜头局专区罗西亚的首都莫斯科，同款嘛是警察的功劳。警察1号接到通报，讲有一只猫仔被关伫一台车内面，看起来真可怜，佮出现脱水的现象，互人看了是真唔甘。但是猫仔哪会伫咧车内？罗西亚的媒体报道，猫仔已经互锁伫咧车内几啊天，拢无食物件嘛无啉水，车主敢若是互送去精神病院。边仔居民原本想要甲车窗弄破，互猫仔出来，后壁嘛是决定报警察。目前这只猫仔已经互当地检察官带转去厝，暂时有一个所在会当住。公司新闻，齐婉玲编译。